来继续来看，民进党下晡召开中执会，正式提名蔡英文代表民进党选总统。民进党的人选确定了，国民党也咧拼初选。甲郭台铭问讲，敢会甲王金平、朱立伦结盟对抗韩国瑜呢？郭台铭讲，韩国瑜是伊的兄弟，应该是大家联手对抗民进党的蔡英文才对。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预测总统大选，蔡英文会赢韩国瑜一丝丝啊。但是郭文天若是参选，国民党就会赢。也就是讲，郭文天是明年总统大选上大的变数。郭文天的回应是爱大家放轻松。参观行政院前院长孙文泉的纪念馆，推崇这位被称之为永远的行政院长，是前政治为经济服务。要拼国民党总统初选的郭台铭，一方面提出未来行政院长爱有效以外，一方面拍经济牌。那我最近在讲，我一天工作16个小时，就很多年轻人他不想投我。即摆烦恼少年的选票流失可能伤早，郭台铭生拼党内初选，佮准备要甲王金平见面，敢是要讲合作的代志？国民党一定要团结，赢得胜选。韩国瑜是我的兄弟，为什么我要抗他呢？应该是郭台铭也好，韩国瑜也好，朱立伦也好，王金平也好，必须组织一个抗英联盟。强调要团结，因为民进党已经完成初选，总统蔡英文胜出，未来2020的总统大选到底是哪力相争，还是哪力背三卡赌？依照英国的经济学人智库预测，蔡英文伫明年大选将会首款赢代表国民党的韩国瑜，郭文天未参选，不过一旦郭文天加入战局，国民党就会赢。预测是以当时的资料嘛，如果到这一刻这一秒，现在几月？6月，还有几个月？7个月，那7个月可以发生7次的香港事件了，所以我要觉得说深呼吸放轻松啊。被当作是会改变2020大选的变数，台北前立郭文天议员无表态，也要随着哪里人选慢慢明朗化，可能嘛变成郭文天敢有要参选的关键因素。